综合报道。台中一温章的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不幸过往的乘客林湘雅是台中静宜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哦。伊长期关心人权改革甲原住民议题，消息传出，真侪人拢唔敢相信，嘛真唔敢。家属嘛去台中处理后事，建商嘛出面向社会大众回示咧。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在此，我们对于这个受伤的民众以及这个伤亡的家属，我们公司事实上最诚意的道歉。那我想，所有的代表，我们在此鞠躬道歉。造成一死10伤的重大公安事故，刑事法代表一个承担吊酒的厂商要求公司行礼会失礼，这边意外夺走一条宝贵的性命。将在警察人员弄入去一运车厢下骹，因为一个一位女乘客被带入咧车骹。车厢的外面铁轨下面有发现一位伤者，那经我们去人员把他救出来，伤势状况已经明显死亡，有可能是那个的钢梁掉下来的时候，把他从车厢里面推到外面来。静宜大学证实，死者是校内法律系52岁姓林的助理教授，长期一直研究各项人权改革一个原住民的议题。也捌担任过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所以，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这个概念，在各族群里面，它其实就是要去呈现一个历史上面的真相，让我们去说出台湾这块土地它真正的身世。姓林的助理教授的家属已经赶到台中处理后事。我们原则上就是让姐姐的后事先优先处理，处理完之后，就是如果是司法的程序，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应台中捷运的需求，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已经请捷运工程局调动第6工程团队去台中支援。捷运工程局的这个郑德发局长也已经派出大陆工程的团队前往台中去就这个隔音墙的相关问题呢来进行协助。出代志的文心南路自七十中昼就封起来，一直到暗时，捷运上北的隔音墙拢拆线了，双向车道到半暝已经改渡交通管制，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